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平仁。今仔日77周年228，咱转型正义的工作到底做个安怎？不义的违纪彩排啊，还佫有其他干务处理煞，或者是哪做哪看哪受骂？咱今仔日好好来讨论。首先，紹介現場的來賓，頭一位，普林大學歷史系教授陳君凱。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平安。那麼第二位，台灣共生青年協會理事鄭清紅。是，主持人平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三位，文化教育工作者楊凱如。主持人甲各位觀眾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清大不分系大一的學生。也是好民文化行動志工林可杰。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咱今日來看228，你會想到啥物？放假還是通好啊？佇眠床頂困一覺。目前行政院是古早呢是台灣省行政院長官公署，嘛是政府公告不宜為止。那麼行政院長陳建仁親身來啟動着不宜為止的這個標示系統，文化部嘛佇國家人權博物館啟用着標示，希望會當透過着解說，讓大家在生活當中開始着認識維權的歷史，甲政治受難者的故事，避免着悲劇擱再次發生。正式揭牌，3、2、1。政治受难者甲家属来到国家人权博物館經纬園區啟用不宜為止標示系統。文化部為着要讓社會大眾更加了解自威權統治時代保留到今的不宜為止甲當時的歷史，所以啟用這款標示，希望會當帶動社會對歷史的記憶和反省。其實這段大家已經可能沒有真正所感受的歷史過程，但是它卻在我們的生命血液當中，其實是扮演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一直認為，這樣子的不能遺忘、不能忘記的工程，其實最重要就是一個世代溝通的一個工程。所以，我想揭示揭露的系統是我們一個最基礎的工作。文化部嘛表示，說來會佇咧各地來推動不宜為止的標示。原來政治受難者陳金生和姚嘉文攏表示肯定，嘛希望台灣袂當閣有這款迫害人權的代誌發生。遭受的那種苦難，咱袂使無記來紀念，這是第一個意義。另外意義可能就是講，一個社會如果這社會若是唔知以前遭受的事情，一個社會佮發生這種代誌。往後在台灣所有的台灣的地方，曾經發生過這件事情的地方，都能夠有這些標示。讓所有全世界的人，或者是全台灣人都能夠看得到。經過促進會審定的不宜為止當總有42搭，文化部表示，今年打算要完成全國10大不宜為止的標示示範。另外，再去行政院長陳建仁也佇英國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也就是今賣行政院設標示，嘛希望轉發會當趕緊通過。行政院也正在積極推動制定不義遺址保存條例的專法，來透過保留住過往不義的歷史痕跡，來彰顯政府對於永不再犯的決心。陳建仁嘛強調，不宜為止的標示僅僅是第一步，隨來政府會協助中央地方各機關來活化各地的不宜為止，發揮歷史教育的功能。記者盧尚如、謝桂林台北報道。觀眾朋友吼。在節目開始的時陣吼，我必須要講兩件代誌。第一，這所謂吼要反省的工作，在今仔日吼，馬上要做總統的這個賴清德副總統也講，這228事件是台灣歷史上國家政府犯到最嚴重的錯誤，吼，所以這唔是政黨的問題，吼，這觀眾朋友要理解。第二個。就這個概念所派生的，咱所謂反省、甲動作、甲所有社會鋪排，這攏是對這個概念來出發。這唔是某一黨、某一派，吼，要來做主意，要來迫害或者要來清算，
这就是希望观众朋友要来理解这项代志的时候，要有先有这个概念吼。那么真侪观众朋友可能也无了解讲什么叫做不以为己啦吼。所以咱今仔日也有请这个导览的志工也好啊，导览的这个专业的人士啊，甚至也有咱吼，比如讲咱青红啊，伊这个共生协会吼，什么叫做共生？那么首先吼，我们来请这个陈教授来甲咱讲，到底民进党执政的这8冬以来，吼，关于着这个转型正义，在这个转型正义当中。做了有够无？还是讲这项代志无迄个有够无够的？但一直爱持续一直落去。你安怎看待这8冬？啊，要安怎搁来做落去？哦，其实是安尼啦，就是讲，伫转型正义来讲，本来伊定一个促进转型正义条例嘛，吼。啊，这个促进，我本来思考是讲，啊，这应该是一个准备的，准备的会尔。照你讲，应该后壁要有正式的这个真正的转型正义的委员会才对。嘿，啊，真正的法律，真正的委员会，结果无，伊安讲的，讲伊任务完成，啊，即马要交互行政院。哦，当然你讲伊这几年拢无做代志嘛，无影啦。但是做了无够，迄是事实。好，因为基本上。咱像讲，头拄仔讲要即个转型正义要做第一项是啥物？第一项就是澄清迄个建立迄个真相是啥物？即个代志嘛，即个代志做了有够无？其实无够，因为足侪人互平反讲伊即个恢复伊的名誉是啥物？恢复名誉是讲伊过去伫受到不当的审判，伊伫即个定数的过程中有问题，毋是讲你甲事实已经了解清楚啊，才来互伊平反的，其实毋是嘛。甚至就是讲，抑个这就是事实无法度澄清来讲，第2项就无法度。但老师，你的意思是讲，有真侪受难者还是受害的家属，只个人甲讲对啦，我对你不住啦。但是这中间的过程其实拢无清楚。对，无清楚，因为有的就是讲，咱即马有人讲资料摕出来爱互了解对无？但是有的资料，你知影迄个资料、迄个档案有的是假的。我讲假的是内容是假的，内容是乌白写的、骗的啊，啥物的。所以伊出来颠倒，造成即个困扰啊。真困扰。对，因为有的人讲照资料来写，照资料来写，你会变做去照过去遮的特务、遮的司法的人员来写，伊讲的物仔来写的时阵，颠倒有当对即个引发的受难者。二度伤害，对，有的是二度伤害，嘿，所以事实无法度澄清。哇，这大工程呢？这大工程啊！尤其是历史学本身过去，有的人都是靠掌握资料，你做伊的学术的研究啊。其实毋是啊，因为历史学最重要是啥？是你学者的功夫。问题是过去若伊用掌握资料来写论文的人。因哪有啥物功夫？所以无功夫咧，有诶其实无需要新的资料，你旧诶资料去对，你就知影讲，这有问题啊。但是咱迄个历史学界本身也爱转型正义咧。所以这是专门性的工作啦。是。但是我今日咧特别请到嘛是伫出版社工作这青红啊，青红你甲咱头拄老师也讲，这看起来这个不管是这资料变出来解读。一定专业的人，譬如讲你若做编辑的，还是讲读这个历史的这个资料，就要理解讲，这是安怎会做假，还是安怎？这项工作敢是，这无可能是专门性专门来来做，是专业的人，安尼敢有够？这个过去这已经77档的代志啊，你的感觉是讲，除了基础，譬如讲老师因种专业人导致之外，恁出版社或者是讲法律上要安怎来弥补，要安怎来补强这款代志？是我目前是即个台湾共生青年协会的理事。其实共生协会永过拢一直咧做这种历史普及的工作。譬如讲，咱带大家去找找家己家族的历史。譬如讲，佮有透过文学的作品来写台湾过去这历史是发生啥物代志。像譬如讲做展览啊，或者是讲带大家去找找家己的历史，我相信应该真侪人有这种经验。尤其是正常咱咧讨论讲，你敢是北部族？
啊，要确定你是病保组，你就是去找你的咱讲储户资料吼，看你用过即个户口顶面是注记什么资料吼。啊，我感觉即个过程其实是互大家为家己家族的历史，搁较挖进一个较大的历史的一个真好的方法。譬如讲，我个人就是因为要做家己的家族的资料，所以我去编家己的历史，编的就发现讲有一个亲情，改成就是真少年的过身啊，哦，啊拄啊好死伫高雄，啊搁拄啊好死伫真晚近即个高雄的大屠杀的迄段时间，我就去问阮阿嬷，阮阿嬷就讲啊，伊可能即个亲情可能就是死伫高雄迄当阵的228，啊我嘛是迄当阵的。发觉着讲，原来228这件代志，伊毋是干那一个真遥远、真远的一个事件尔，伊可能透过你的家族，搁拿代传落来，但是中有真侪影响，其实伫咧作用，你家己毋知影。譬如讲，咱的时代可能因较无愿意去讲政治，就是甚至是讲较无介意家己的囡仔去读迄种人文学科啦，吼，迄种做即种铁学的啦、政治的啊，吼，因拢感觉真危险。所以你讲228这个代志，除了专家咧研究，搁有咱望咱的政府以后，搁较侪资料开放、解密了后，咱一般的普通人到底是安怎用搁较亲近咱的日常的方式去挖进这段历史？我感觉这个方法，或者是讲这个过程，其实是互咱认捌家己的身世，认捌知影咱家己、咱这个国家、咱这个所在过去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伊的影响到底伫倒位啊？包括讲共生音乐节，吼，搁有咱的共生协会，其实拢是希望透过遮的比如讲活动啊、展览啊，就是要甲遮个历史和一般的大众如何搁较近的，莫互大家讲，即件代志我也无伫台啊，228即工就是放假休困，吼，但是大家袂去理解着讲，即段历史其实是咱即工的放假意义是讲，互你一寡时间去认捌即段历史，看一寡册，或者是讲去咱。所讲的这个不义的遗址，去看卖这块土地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我想讲，这应该是咱即马面对或者是讲思考228事件的一个真重要的意义，各有方法。是，所以要请教开儒啦，因为他讲吼，清风啊讲，讲到的，但是伊个前提是讲，你必须爱家己先有这个觉察，讲我要来找，吼，比如讲啊，听过老师的课，是喏。我应该爱来找这种册，还是讲找我来户口抄本？但是吼，我知影这个开儒你也有咧做迄个导览，吼。是。你咧导览的时阵吼，嘛是有拄着讲，伊就毋知影天，毋知影地，懵懵渺渺来的啊，吼。你对这种人，你拢安怎甲讲呢？你会当来做一个示范，比如讲咱即摆吼，咱顶头拢有这个不以为止的这个阳台吼，你得样出一个，啊讲互咱听。讲若是讲完全都无理解，可能十通话啊，哦，这少年人，你拢安怎甲讲？你讲一个，讲互咱听。我就讲头一个天马地磅之类。哦，天马地磅。拄好在咧台北啦，哦，嘛是1947年2月27迄天，规个后壁吼，规个台湾开始的一个。上重要的时间啦，吼！啊，这个时阵呢，就是2月27日，大家讲事件的本身的名叫做228，但是正前发生啥物代志？因为伊毋是干那即天尔，正前吼为1945年，国民政府来台湾了后，其实这一当半的时间内，就发生遮大的，伊国家用政府的这个权力对民众。有足多迄个人权侵害的迄个方式，即个手段啊，为2月27开始，啊，阮是咧带，阮是咧带民众来到遮，来到现场看即个所在。啊，即摆现场是啥物拢无啊，敢若剩一个招牌。对啊，你甲我讲咯，这个现场但是这个招牌呢，我看了一只跑车。来看一个招牌叫做天马地磅。啊，大家种足奇怪，讲较早的地磅是咧创啥物的？嘿。大家看到地，第一是啉茶的所在嘛。除了啉茶，啊，大家来遮会当创啥？会当交流，有足侪关心社会运动、关心社会发生啥物代志的人，包括艺术家，包括写文章的人，啊，包括即个艺文的人士，啊，包括嘛参与迄当阵足侪社会运动的人士，都会来遮讨论，来遮交流，所以遮会。足侪人会来到遮，啊，
来遮了后咧，迄当阵2月27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咧？大家拢知影，即卖的课本上顶悬有写，课本写讲足简单，有人来查即个私烟，查即个私烟了后，有人互人拍着伤，哈，即个阿姨互人拍着伤，拍着伤了后，附近的人都感觉足奇怪，你毋过查一个私烟，是安那要甲人拍着伤，所以愈来愈侪人挖过来，看是发生啥物代志。发生啥物代志了后，愈来愈侪人讲，你袂当拍着伤，你咪甲人拍着伤，甲人拍着伤，你爱负责嘛，吼，你敢若烟收起就好啊嘛，袂当甲人拍着伤，所以迄当阵足侪人甲迄个官员起冲突，拍起来，迄个官员呢，紧张一个紧张就举出枪，安尼扫射，本来是敢若拍着伤尔。扫射了后，扫到其他的民众，其他的民众，所以直接有人受伤嘿，这个代志就变作是，毋是干那私烟的代志啊。所以开始在地大场町这块大场町这个附近的这个团体，这个角头，这个地方的人士，因就开始要讲。阮是要去甲专卖局去甲讨论毋是讨论，去甲抗议讲，你讨公道。毋是，你本来是讲，干那一照恁的法律讲袂当卖私烟，所以你去查，但是后壁发生遮济冲突的代志，迄毋是你应该爱查私烟的时阵应该要发生的。好，所以即马就是讲，遮发生遮的事件，2月28，这个游行，这个游行开始了后，各地咧，因为政府已经知影这个消息啦，所以嘛，伫中关公署已经准备好迄个军队。准备好这个台北邮局头前嘛是有这个准备的军队来扫射所以迄当阵这个是一个足重要的规个台湾规个台湾开始这个各地都有抗争的代志是一个引火线就是伫遮。对，引火线就是伫遮，迄开始的重点就是伫遮。所以后来，敢若30年之前，迄个文献会才来立一个牌仔咧遐写，甲人讲哦，遮有发生即件代志，但写甲足简单。无清楚。写甲足简单咧，而且毋是伫原来的所在。距离原来的所在有差一点仔啦，差一点仔。所以阮带人到遐的时阵，都会甲人讲，是咧这附近啊。牌仔位置，毋是原来迄个发生的所在。凯如，是，你这应该拢是不管是年会偌济，你拢爱，因为你一摆讲，你无可能讲，我甲你讲安尼，我对你讲安尼嘛吼。我要问讲，老师，若是像你这种专业的，你安尼听，你敢会感觉？你讲遐伤浅，我无爱听。毋是讲伤浅啦吼，是讲。迄个原因吼，会当讲更较深入是有影，嘿，就是讲是安怎即个开情的事件会造成遮大的即个暴动。但是老师伊头仔开始就讲啊，我毋是挑你要来动起吼，就是讲我若是10几岁，你搁我讲较深，我的意思是讲，你咧面对着即个群众的时阵吼，有诶十几岁，有诶60、70，有诶有历史背景，有诶有成长背景，吼，这要可能小等。清华买当讲，你咧出版的时阵吼，一本册你会面对的群众都无共款啊。其实做导览吼，这项代志是真挑战的吼。有当时啊讲甲这个少年也听有，大人也听了满意，实在是无简单啦。吼，这就毋是条工要来拍断啦。但是我要来问吼，柯姐，你也有咧做志工，吼，你也有咧参与着部分的工作。228对恁这种年会，你才大学生1年嘛，你是当时开始知影？当时开始知影228，我开始关心228，甲转型正毋是转，
我开始关心228甲白色恐怖事件的历史，是我伫高中1年的时阵，我有读过杨翠老师的一篇文章，叫做《孤岛的行路》。这篇文章是咧写杨奎因兜的生命故事。我为迄篇文章就知影228甲白色恐怖事件的历史。所以你上高中的时阵开始去了解这种代志。对。但是你初头一摆的时阵，你敢毋讲？哎呦，这啥物件无兴趣？还是讲你天生自然你就看到就真有兴趣？毋是，我伫国校甲高中的高中的时阵读到迄款物件的时阵，我感觉就是就是转过两过尔，就是我感觉课本要甲咱讲的，就是迄是一件真细项的代志。哈，迄阵无啥了解，那个坑的，等咧高中了后，才开始会结籽开花安尼。对。所以这嘛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咯。对。但是那即马对你来讲，你意识上，你认为你的同窗，比如讲甲你的朋友同窗，普遍性来看，因对228的认识，差不多程度是偌有真深吗？有一寡朋友嘛是会去了解这个议题，嘛是会真关心。毋过有大部分的人拢是感觉228就是一个放假的日子，就是一个毋知影为虾米爱。这拄啊好，这来问你，像恁这样的，你认为我相信你来上咱节目，你认为讲，这项代志真重要。你认为要安怎甲你的好朋友，甲你的这个同窗来讲，咱228应该安怎安尼，如此这般，你认为安怎？我家己就是为读一寡册，也是一寡艺文的活动去了解到228的。譬如讲，我读册我就有读过陈翠莲老师的《重构228》，安尼是读册。搁较软的方式是音乐，就是即马台湾有真侪乐团会写甲228有关系的歌，譬如讲闪灵，譬如讲曾卡郎，譬如讲科拉奇，即个歌曲我感觉是一个足软的方式。或者是讲周定邦老师伊的念歌作品，就有甲228甲迄款的大屠杀有关系。那譬如讲若是拄着有一寡同窗甲你讲，恁就是天然独，恁就是大派的，伊这生活背景，伊就拢连台语你无一定会晓讲。你要安怎甲讲？你就要去，歹势，你就要加减看呢。我感觉爱互因知影，迄当时阵是一个伤痕，是一个真悲痛，是一个真悲哀，是一个真悲伤的代志。就是爱互因知影，譬如讲，我感觉受难者甲受难者的家属，因的故事，受难者的家属，因伫迄个时阵，毋若是伊的爱人，伊的亲人会消灭尔，伊受到的搁较是即个时代压迫的，甲到因过身进前的一个惊吓，我感觉爱互因知影，迄个事件甲迄段历史，毋是发生伫迄个时阵尔，已经到大拢一直咧一直咧影响着影响着即卖的人，一代一代是拢有影响的安尼。是，即我会先说，因为我问足多问题要请老师来理解讲互观众朋友听，不同的受众。不同的这个文化背景，甚至是性质也无同款。虽然即马已经大部分来台湾，49年、45年来台湾呢，已经第2代、第3代。照理讲，应该是无咧分这个外省本省啊。但是事实上，咱必须要承认，这还佫存在。那么文化作品也好，还是这个法律的作为，还是政府要安怎来破败？免讲遐济态度上，要安怎来甲向一般的民众来表达？我想这头到这个问题最好就是讲，你头到问讲因即件是安怎了解讲要228，你知影228这个代志嘛？我足惊的我插一句话，我足惊的我甲时势啊讲的时阵，阿伯啊，你见讲过去，
咱如何要互伊即句话会使互伊讲，但是咱咧刷落讲的话，伊就听落有趣味有道理。这是要安怎来破败，还是讲其实这是社会气氛的代志？哦，这可能甚至对历史这个物仔的理解无共款，因为历史大家拢读个拢考试尔吼。因为阮对历史的理解都无共啦，阮对历史的理解是安尼，就是讲，其实历史是要去了解过去如何造成今仔日的情形，互咱对未来会当有选择的机会。所以，毋是讲历史就过去啊，过去就无去啊，毋是。你今仔日有即个现象，是因为过去的历史造成的。啊，因为咱知影即个趋势，所以讲未来啊安怎处理，咱才有法度去选择嘛。啊，所以这是第一点，就是对历史的理解啦。啊，头仔讲到伊了解228这项代志，甲我的经验就完全无共，因为阮的迄阵课本无可能写啦，吼啊课本无可能写以外，连社会、连媒体啥物嘛无袂讲，嘿袂使讲嘛。所以我是小学的时阵，哦，伫要读国中的时阵，阮爸爸甲我讲，伫厝的甲我讲，228的时阵，咱台湾人足侪人去互外省人杀死安尼。啊，我迄阵的第一个反应是，哈？啊，但是我上好的朋友是外省人。嘿，国中的时阵，毋对，小学的时阵，我有一个幼稚园做伙坐车去幼稚园，去我朋友是外省人啊。哈，嘿啊。迄是讲我即马熟悉，伫要60年的人，50几年的人啊，啊所以讲啊，我上好的朋友是外省人呢。这要安怎？对，迄阵才去思考讲即个情形啥，我要因为处理的背景才知影足侪有人受难嘛，吼，阮爸爸迄边啊，有的人是甚至是参与迄阵的抗争嘛有，吼，这所以我要才慢慢了解，这是一个足长的过程啦，吼。所以我是讲，无共的族群、无共的即个生命背景的人，大家要斗阵，其实爱互相了解过去伊的历史经验嘛。但是这有2个残处的问题，就是一个是你的过去你受过的经验，经过的这经验，这会当是尊重的，实际上经过的这经验。但是有的是洗脑啦，用欺骗，就是。教育甲你洗脑，也是讲政治宣传，这是虚的，虚的咱无一定爱尊重哦，吼，因为这嘛像讲，你讲咱即马的即个足侪人抑阁相信，蒋介石是一个足伟大的人物嘛，但是伊这内底造成足侪虚的物仔伫内底，有足侪宣传的情形伫内底嘛，蒋经国嘛若共款，蒋经国嘛是安尼。即马才慢慢有人咧研究蒋经国安怎宣传出来，所以咱抑阁足侪代志要去处理，才讲过去咱叫是真的物仔，其实有的是假的。所以我是讲这是2个战处，是大家无共的生命经验，其实爱互相了解。而且外省人嘛有足侪无共的背景。有的足侪老兵其实是用掠兵来台湾，伊嘛是受害者啊。嘿，有的甚至是1950年迄摕过来，对海南岛也是对迄个，有的对青岛的青岛迄是较早，迄掠来直接掠来嘛。所以有的其实嘛是受难者，所以毋是讲外省人就是安怎，所以咱其实爱对规个所有的物仔做一个历史性的理解，这项足重要。所以像讲228，迄天发生迄个代志，我头拄讲，是安怎伊会造成遐大个，大家遐大个即个反应，嘿，是安怎？伊其实这个历史看咧就知，就是其他的免讲，就是民生啥物，遮个经济歹，这种免讲啦，吼，米买无，安尼这种免讲。我干那讲一项，就是伫1946年10月时阵。因为单于公开宣誓，就是讲宣誓讲袂使，大家遮台湾毋是作战的区域，毋免炸枪，吼，军警出去毋免炸枪。其他的遮个像讲警备总部还是宪兵遮拢讲对，陈中官讲了就对了，吼。结果到12月的时阵，报纸阁报讲，迄个掠书分的阁开枪，12月伊讲阁又开枪啊。搁开枪啊啦，所以12月搁一遍，但是迄遍无拍死人，所以你枪在你安尼发生这种代志，这遍拍死人啊，所以迄个反弹才遐大。所以讲历史的背景大家好了解，就是讲
伊毋是讲突然间造成的，伊的你也对前一年的代志去看，吼，你会发现着讲有的代志就是我一再论理，结果无法度，你还阁造成安尼的代志。所以我讲，咱是安怎爱去了解，就是讲，毋是讲228迄天后要造成的遮个代志，伊甚至你提出互单于1947年3月初提起互单于的即个32条要求的第1条，有人讲这就是讲制定新自治法对无？制定新自治法伫1947年的2月初。一顿台湾的遮个精英，大家咧讨论要安怎建立新自治法，所以有人就去安排做起草委员。所以这个代志伫2月初就有啊，毋是突然间伫228、3月初迄天造出来的，嘿。所以其实228爱理解也有真侪基础的工作，所以咱头下伫新闻台内面讲。这个不义为止，这个设立其实是一个上简单的基础而已啊。那么另外一个涉及今仔日咱也爱拨一寡时间来讨论这不义为止的审议甲立法的标准，因为到即马佫无一个法源敢若讲咧审定安尼啦。你猜真是个人，比如说政府的这个善意讲我来猜的，但是伊无法律上的保障呢？伊若讲今仔日有啥物人要甲创何派，这嘛毋是算公务咯。这若真正严格来讲，这毋是算公务咯。虽然是行政律裁掉，伊无法律甲你保准嘛在法律上应该爱立法啥物法，尤其煞来阁看到这叫做转型正义，这个维权象征。这项代志甲这个不义为止，这两项会当斗阵处理吗？还是讲无咯？这就要一人一项一法。老师，你认为呢？无，这其实伫促转条例内底是有规定的啦。对。伊规定是无规定，就有。伊个是讲你爱去爱去除维权的象征，爱这个保存这不义的为止，安尼。但是要安怎做？其实你也有更加有的这个立法，才有法度去甲处理嘛。事实上是讲，你即马有的维权象征也未处理这其实是违法的啊。因为你有促转条例伫遐，促转条例叫你爱做这项代志，但是你也无做，所以咱是爱用法律。但是我感觉，其实因摆有郭权敏先生迄阵伊讲的足趣味，就讲主要毋是遐个法律啥物。你要有意志，你要有决心去做，这项代志更加重要啦。但是即马依法来论法，必须要先对法律来处理嘛请在恁民间也好，还是讲恁做这个文化工作者来讲，恁对着这个不义为止，恁会当做啥物？还是讲更较有这个创意的方式，互一般的民众来普及到这个。相关的知识，是这个问题，我感觉应该爱先和大家说明，或者是讲大家共同来讨论下，那咱今仔日爱有需要把这不义的位置保存落来。因为对真侪人来讲，就是历史过去就过去啊。就算讲这个所在过去咱就是有捌死过真侪人譬如讲河边真侪人伫遮互人凊彩，但是你对这段历史无同情，你把这物件留落来。对大家来讲，伊其实无法度去了解到底咱做这件代志是为着啥物。针对这个问题，我想讲简单举一个例，和大家做分享。譬如讲，咱即马咧讲路权这个问题就是赛车的主场家己爱有路权啦，骑倒摆家己嘛有路权啦，有厝内底有囡仔的人你要塞迄个幼婴车有无？嘛伫咧话讲咱的顶仔骹真歹行嘛。咱台湾即摆咧讨论路权的时阵，互大家一个印象是啥物？对遮个行路的人无介优先，这就是咱为空间去理解即个所在和咱的生活到底有啥物关系？一个真好的一个举例。即个空间，咱的社会咧讨论路权的时阵，已经有意识着讲好，即个环境、即个空间对咱的日常生活是有影响的。伊对行路的人就是较不利。共款的道理，咱来讨论即个不义为止的意义到底是啥？
这个所在曾经就是有真侪人死伫遮，或者是讲伊发生过大规模的迫害人权的代志，有真侪人伫遮死去，或者是讲莫名其妙都互伊当阵的特务掠去。好，伫遮发生这个事件了后，对这个受难者家属来讲，到底有啥物款意义？因的真理、因的正义，无法度得到讨棒嘛，无法度得到得到讨论啊，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啊。吼啊，这个所在，这个空间，咱即马搁咧拜蒋介石，吼，即马搁有真侪维权的这个所在，吼，咱无去处理对外国人的这个因的印象是啥物？台湾就是一个当咧对这个过去的维权时代。你搁沉伫内底，吼，你无认为维权这件代志是一个问题？全世界真侪国家来到台湾了后，看到这间中正庙，大家拢啊不可思议啊！像咱台湾对过去这个维权的历史，佮有迫害人权的历史，安尼轻轻啊，就是放互过啊，吼，过去就互过去啊。其实对全世界国家来讲，伊无法度理解台湾的社会，相当是这种态度。所以空间内底就是权力就是过去维权这个所在，这因这维权的这个因的作为，留伫即马现处是台湾社会。继续造成一寡影响，但是你无知觉，要安怎处理？咱就是爱甲这个不义的位置，一个甲讲出来，甲讲，其实你的生活当中有真侪所在，含这个历史是有关系，你家己唔知影尔。好，咱甲这个物件拢，咱甲这个所在，拢经验出来了，才知影讲原来过去维权的这个时代，佮有伊真侪概念、真侪价值观，拢是藏伫咱的生活内底。咱即马好好来讨论这个代志。所以我想讲，不论讲是共生青年协会吼，其实共生协会若是30-40当前，这个命嘛出代志嘛，因为你有一个共嘛，对无？过去迄个无自由的时代，咱无法度讨论这个代志，但是咱即马就是爱甲咱的日常生活含咱的人诶，即个普遍性的一个连接。你爱对这件代志有理解、有同情，甚至是讲共生，咱嘛无希望这件代志一直拢是一种族群冲突嘛，或者是讲一个固定的刻板的印象伫遐嘛。那就你协会这立场啦，吼。如果若是要甲解说讲这个中正纪念堂，吼，还是讲中正庙，要讲吼，你要共生的对象的时阵，你拢会用什么方式甲讲？我嘛定下互人讲讲，啊，对方就无爱含你共生啊，你伫咧甲人话共生。对啊，这边安怎？但是我感觉讲这是咱的主张，咱的价值。就是你无可能讲用一种足冲突的方式，或者是讲一直讲一个歹听话。咱的姿态或者是讲咱的关度是徛伫遮，咱就是希望台湾社会有一天真正解说。对，我感觉这是一种咱正做一种社会运动，或者是讨论这个议题时阵一个基本的立场。是，啊，那开如呢？你若是拄着讲来参加你的导览的时阵，不同意你的看法，还是讲你咧解说的时阵，嘛有看到讲这。甚至有这个士大人感觉讲，你讲得无够，你咧讲个较用诶，讲较安全，恁敢有拄着这种情形伫？较早嘛捌拄过，那正正是嘛，足感谢老师，感谢足侪学者，因是找足侪资料，互阮做参考。讲，阮干那伫遮讲即个故事，但是即马即个所在，啥物拢无，啥物拢看袂到。那阮是要安怎讲？互你相信，遮真正有发生即个代志。我有相片，有老师的即个找出来迄个文件，佮文件毋若一件尔，会当做比对，吼，啥物档案啊，档案即马嘛是因为那个条例才开放啊，档案有足侪开放了后，我会当当做是阮咧导览的时阵一个足重要的辅助啦，就是讲阮是有证据的。较早确实发生这个代志，有相片，也有文件，啊，你会当去查，好，啊，你会当去查讲遮讲的是物事实，啊，我有提供即个，互你参考。即马若是现场看袂到即个任何的说明，但是有真侪资料，也是老师嘛有出足侪册，会当互你参考讲较早发生了啥物代志，然后阮才甲。那如果像就这啦，个统治者为着控管特定交通要冲，侵害着民众人权，吼，这水上机场咱听了真济，啊，台北桥啦，啊，台北桥吼，真济湘北市的人吼，这日入啦，
他会知影讲台北桥以前发生什么代志，啊，你徛喺桥头，啊，你想要甲讲什么？你就要摕什么资料甲因讲？因为较早，但是较早伫遮是发生有人庆啥嘛，等咧河内底嘛吼，嘛是有咧桥顶，伊无真正死，嘛受伤，然后等咧淡水河内底。啊，即个无可能有相片。对啊。嘿，即个无可能有相片，但是其实有后来有真侪迄个口述历史出来。哦，有迄个口述的即个。口述历史出来，有因的家属出来讲，因较早因爸爸发生啥物代志。所以你会当徛伫桥头甲因讲安尼。是，嘛有受伤的，伊无真正会互因等到淡水河内底，嘛有受伤的，有领到迄个。赔偿金，吼，赔偿金甲补偿金，即个字无共，因为条例有改过啊，吼，即嘛是讲赔偿对家属来讲，迄个字的意义是完全无共的。补偿是讲我无做毋对，我就补你尔，但是赔偿是政府认为伊家己有做毋对代志，所以改迄个条例的名。好，对家属来讲，即个嘛是转型正义一个一种啦，吼，这是07年的是。发生的代志，所以赔偿金来讲，伊有提到，嘛是有提供足侪伊较早经过啥物代志的即个说明。所以恁伫解说的时，其实是爱读真侪背景的资料了。是。哦，所以我会安尼问，就是爱互观众朋友了解讲，即个桥头是要讲啥物啦？吼，即个真侪你生活当中，像头仔清风讲。你唔通掠做讲，敢若空气安尼，你拢无存在。其实是每时每日每工，可能你亲近的人，伊早拢无甲你讲过，你会突然间醒起来，才会知影。即我要请教着柯姐吼，恁家己吼，尤其你即摆才大学1年吼，你敢有即种经验，还是讲你读着啥物文学作品了，你开始去发现，还是讲你的家族？哦，啊，你的好朋友，你的同窗有这种经验无？有，甲白色恐怖有关系经验。阮家族我无听过啥物，毋过伫一寡文学作品内底，譬如讲曾卡人有一首歌叫做《林秀梅》，就是讲伫家己的水上机场遐，就有陈丁波，有罗宾钦啊，洪庆赛，就是回到我拄则讲我真关心的受难者议题，因的陈丁波甲张杰女士啊，甲罗宾钦甲林秀梅因的关系，我就会当为迄个文学作品内底去知影迄个的脉络安尼。这个吼，柯姐，我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呢。那你的当初会感觉讲，柯姐，你就较敏感体质啊，所以伊咧即个故事的时候，你可能听落有感动呢，我听落就无感动呢。啊，你会甲讲，你会安怎甲讲？我会甲讲，伊若是有想要听，我会甲伊讲，为就是中华民国政权国民党政权未来的时阵，就毋是一个真正当会使管理。伊只是互麦克阿瑟讲是管理台湾，毋是伊有台湾有台湾的这个所在，所以伊是一个实民政权。伊是为迄时阵到呾，就是伫台湾，伊毋是伊甲台湾。其实自一开始是分开的，伊是一个外来的人去压迫台湾人，毋是咱拢是中国人啊，伊来甲咱接管安尼。我会为迄阵开始，你头开始讲我听，啊，伊若听一半，毋通啦，你会安怎用？你会安怎来处理这种情形？你就讲啊，你莫讲啊济啊，我无爱听。啊，你会继续甲伊做朋友吗？我会啊，毋过我感觉就是爱回到较软的方式，就是譬如讲我伫。可以听一下曾卡人的歌安尼。对，或者是我有伫咧好明文化行动啊做志工，阮伫每年的28到4月7号，就是4月7，就是陈南龙自焚的迄天有举办真侪活动，譬如讲讲座，譬如讲讲座坊，譬如讲
音乐节，安尼就会当互搁较侪民众来接触。哦，所以恁即个好民文化行动就是咧做即款代志。对，就是较艺文啊，也是工作拢有，就是互因会当搁较活即寡历史。恁有网站通好参考恁的工作的内容嘛？吼。有。咱来请观众朋友吼，有时间来查一个好民文化行动。甲自由路上艺术节。哦，自由路上艺术节。对。这爱观众朋友来了解吼。所以要请教到杨老师吼，因为最近吼开始大家感觉讲啊，这77档的代志咯，吼。他拄仔我节目进前，我来想问讲，老师，那么最近有2项代志吼，有个人感觉讲。啊！这228吼，这唔通来创甲这个啦啦队活动啦，这特地吼大家来默哀的物件，默哀的日子吼，哪会去创这个欢乐的代志？这头一个。啊，第二个嘛有这个商业的行动，讲我要庆祝，我伊可能无写庆祝啦，讲，但是我为着228要来拍节，吼，要来互你消费。这种物件，你有赞成还是你的意见是啥物？哦，我应该都捌写文章对你骂这，就是讲啊，你放假，你放假落变做大家咧创啊，大家咧佚佗，吼啊，伊应该搁连假咧，啊，所以讲28连假要去倒去佚佗，我讲这是足离谱的代志啦，吼。所以事实上就是讲，你这个假本身爱有一定的意义，吼啊，你主要是要互去理解甲反省咱过去，吼，这个政权。犯下的错误啊，伫迄个时代受难的情形，我感觉即个代志爱去思考，因为是安怎国家暴力会当做到即个程度，吼啊，所以当然这毋是放假即项代志的造成的，因为大家可能食头路食到足辛苦。公告对是应不应是会使放假，还是可以放假，还是讲其实无必要放假？大家有记在心中，真正有付出行动，这是重要。外国是安怎做？就是讲，其实你有一个纪念的时间，还是这要放假无放假，会当去思考甲讨论。嘿，无一定讲有。一定要放假。对，有好有歹嘛，吼。哈，对有好有歹。啊，主要是因为我讲大家可能食头路足辛苦的，就想要休一天。有休咧，就足爽快的啊，所以变做伊安尼造成，啊，你变做28是要来佚佗的日子啊嘛。哦，啊，这其实是唔好的代志，因为228这个事件，伊本身伊的，我讲咱对伊的历史的理解，其实还阁无够。头拄啊，这个等于讲共生这吼，因为共生和解这拢爱到什么程度？第一，事实爱澄清，第二爱有历史爱查出，嘿，爱找出加害者，伊爱道歉，吼，爱迄款爱找出这个。杀人是老师，你认为这个阶段落还未做好，是啊，就讲到后面去。对，因为头前后面迄当然头拄伊讲，这会使是一个理念啦。但是问题是你头前爱做，吼爱照顾。但这种铺排是不是会当同时来进行？我一方面强调讲共生，我一方面嘛是爱查出，爱事实爱提出来，历史爱澄清，这会当共同斗阵出发。当然会当共同来做是好代志。哦，这一定是安尼。但是我感觉讲，因为那共生的讲法伤过变做敢若变做主流，啊，再变做迄个历史的澄清的部分，较无去安尼袂使。因为这个部分吼，因为我就讲有足侪事实，咱其实真正创无抑阁无清楚。我讲一个人，就是228这个人大家知影，这王三丁。第228的时阵，迄个处理委员会的宣传组长嘛，吼。但是足侪代志，咱对伊无了解，所以抑阁有人讲伊共产党，有人抑阁写论文讲伊共产党吼，迄黑白讲啦。因为咱对伊的了解，就是伊啥物时阵，伊就对即个弱势者有即个关心，你知影？伊20几岁时就安尼啊，因为伊有文章啊，所以咱对228的了解，抑阁爱知影讲日本时代是啥物？日本时代。这个教育，这个社会，咱台湾人伫迄个时代，伊有啥物观念？这是爱安尼看的。所以战后伊迄阵讲啊，即马迄个南海路迄个228个纪念馆遐，迄阵是省参议会嘛，啊伊就省参议员，啊伊讲这个所在伤爱换去中山堂。啊，结果也有人我要讲啊，伊主要要表演啦，对无？爱想爱表演。
无伊伫20几岁的时阵写的文章，日本时代日本写的，伊写讲，伫议会内底，互民众来遮听，这是互民众的民主教育。伊20几岁就安尼写，1920几年、27年、18年迄阵就安尼写啊嘛。所以伊是甲20年前伊少年时的观念摕来实践尔。吼啊，所以伊的情形是安怎？问题就是乌尾足侪人，我讲即几年才有一个事实会当出来，就是伊到底乌尾上台。因为过去大家有诶用传说，就是讲伊去互宪兵台，宪兵甲放火烧死，宪兵那个团长甲放火。结果即几年出来诶资料，包括国史馆内底诶即个国防部诶资料，档案资料，档案诶资料，甲另外即个中央研究台史所有迄个保密局诶资料，伊是去互特务台，特务迄阵特务甲枪杀，特务甲枪杀这是安怎？就是伊3月11去互掠去，其实。6点来掠一遍，特务掠去；8点宪兵搁要来掠无着，所以其实长官公司才拢掠无着啦。所以掠无着的情形，即马乌尾因为这个资料出来讲，国防部迄个资料讲，因即个保密局的甲报伊的名单内底讲，伊即个人伊掠着。另外是即个电报的即个林定立伊遐批讲，因为南京的保密局讲。即个你甲伊的罪行甲查的，交长官公司来查办，结果林定立甲回讲枪杀，已经枪杀啦。对，所以这是即马才知影，所以这变做就是特务的自由行动。所以过去咱讲即个蒋介石是元凶，啥物，但是若即个代志伊当然有政治责任，你是安怎会使互特务做甲执行？但是迄毋是伊下令的。甚至连南京的保密局的，所以事实嘛爱真清楚，对啊，所以咱应该甲伊归属的迄个责任归属，拢当做是蒋介石就好啊啦。但是毋是啊，因为像这项代志来讲，伊的责任无遐大，伊的真正上大责任就是你若放互遮的特务安尼胡白乱来，这就是会当了解迄阵时的社会事实啦。是，青红甲3位上后尾还佫5分钟，但他都延续我问老师的议题啊，228这讲到底应该是悲伤、默哀，还是反省，还是什么态度来度过这天？还是讲甚至讲你主张讲规矩卖放假只要早起8点的时阵全国性车拢停起来，大家默哀1分钟，安尼就好啊。该做的物件还是爱去做，事农工商斗阵去做该做的代志去反省，恁认为呢？好。就我个人的角度，我想回应拄则咱讨论共生这能力的问题。当然，共生是一个理想，嘛是咱毋茫讲咱关心这段历史，最后是朝向这个目标来实践咱即马所有关心这个议题，佮有相关的工课。譬如讲转型正义5法的一个进度，其实共生协会咱嘛有参加联署，对，咱嘛有咧监督，甚至是讲咱的团体内底，其实嘛有真侪做台湾历史文化语言相关研究的人参与伫内底，对，所以共生毋是干那画画的，我感觉阮的协会有即个决心，我嘛感觉讲要共生即件代志，可能甲骨力大伊毋是随时即马都有法度达成的一个目标，所以阮是一直以即个目标咧拍拼咧努力，包括讲一开始阮要做即个共生音乐节的时阵，阮嘛希望讲，这个故事要安怎含少年世代有一个连接，咱透过音乐，或者是讲透过现场真侪 NGO， 大家做伙来摆搭，有一寡议题其实是相关的，主要是要促进大家的社会参与。你有社会参与，你就对，你有机会对咱过去这个历史，对咱规个环境有更较侪认捌。伫这个空间内底，不管是社会这个团体，还是讲学生的团体，咱有一个交流，一个互动，就是三甲伫228这天，咱透过这个日子，所以也是爱放假。嘛无一定啊，主要是讲有放假有一寡代志较好做，是嘛？对啊，但是你无放假，你干那纪念，你咱会当看讲即马所有的纪念，你咱敢真正有真正会记你迄天是咧纪念啥？对，这嘛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主要是你要用什么款的形式，佮有你执行的强度到倒位。吼，咱嘛希望讲，假使伊干那是纪念你，但是咱就规定讲有。即天咱就是几点，吼，按所有的人来做一个行动，不管是啥物，我感觉这拢是一个真好的事，去甲讨论。来开始。伊我即摆有伫咧学校教册，是毋是体制内的学校，是咧是干的教育内底。我是感觉讲，不论是放假是无放假，我
只要是学期到的这个时阵，我拢会甲学生讲，只要发生什么代志啊，带因去无同的所在去看。所以我感觉讲，对于这个教育现场来讲，这是足重要，需要互学生知影的代志。所以对学校来讲，我是感觉卖放假较好，较有时间，互老师好好去解说这个代志。这嘛是一种思考呢吼。去解说这个代志，讲为虾米阮来纪念伊，啊，毋是干那放假尔，因为平常时真正放假拢出去耍啊，较毋是咧学校学生。变做失去这个机会。以学生的观念来讲，对伊来讲，干那就放假尔，毋是有机会通理解。来，柯姐，拍摄。好，我的意见是我支持放假，甲情况有淡薄仔像。我感觉这才会当有时间，互因去了解。譬如讲，我是读人文社会，我身躯边对这个议题有想要参与的朋友，因今仔日。